上地里几人么意思？这嘛，眼里不装满了头嘛的，现在就装了那些，那我可以空没的呀，去阿爸多几个拿了，那就这个等于就黑了呀，现在。你老不得那钱个里的东西，现在那些几张的人嘛的，咱们那个从来进噶。因为你去你就工作的被告诉了，去东跟得到个人了，同就了找不干嘞，现在去了那些人牛子呀。去俺这一去中国有是那的些，阿爸多几个俺去的那同就了嘛的，他跟那去了同。这嘛，中了嘛些到，你嘛对你人办了点呢，那么你去这个我们现在就告诉全部都干装不约了，第几个女子呀？这些，去俺东个了干几的，当一没啥，但是去俺这个了干几的，但一差个的。这嘛，你去了噻，那些的穷的马上，山东个那些人的，山东东的人同结在个人，摸不得那马到头马地马到，干些去了这种些进来个讲，你去了门头的鸟就马来到。这些，去山差的这个，干些去俺那看我刚干日子的。你不拿那日子，等那到了吃到妈妈日子，等那三天里的嘛你呢？等那眼去金马看没去想想你。这么的打动俺有舅自个舅对呢，俺这一个去了几个呢？哪个干嘛呢？你真家走那去了，够人。这嘛就是那么个，带领你康比什么大几个，团在上把蒙古几个30个，听懂了？几个呢？你家嘛家的家庭牛给头呢？你这个呢，从哪去了用？就3个。就啥几个？